等一下，伊犁姐，你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怎样？那你有发现你背后有个东西吗？少在那边吓人啦，烦死了！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贴纸啦。你好无聊哦！你以为这样会被吓到吗？不会。本节目为科普拉斯全新单元，聊剧、聊电影、聊动画，又能同时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。剧不剧透，可能会哦。客不客语，好憨腻。听声音，听下来，剧透客语 ，Let's go！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能这样乱玩呢。对啊，你刚刚录音好恐怖哦！真的，刚刚大家前面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？我是说真的有奇怪的声音，不是，那是真的超自然现象。我觉得真的，大家好好聊天，不要乱讲一些什么话。你这样，我接下来录音有点紧张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嘿鬼片，对，要跟大家分享跟鬼片有关，所以我们刚刚其实想要来乱玩一个梗，结果录音中出现了一些状况。对，那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我们马上继续下去。好，台湾这几年真的有蛮多的鬼片欸，感觉上好像是一个风潮，像是红衣小女孩啊、人面鱼、粽邪系列、女鬼桥、头七、民雄鬼屋，你看我一念真的都很多。对，那我觉得像台湾的鬼片啊，除了越来越多，我觉得质感也越做越好。哦，那是当然啦，而且我刚刚念那些鬼片我都有看过哦。像是一些特效啊、动画啊，还有内容，我觉得也蛮在地化的。哦，对，尤其呢，音效也做得还不错。像我自己也蛮爱看鬼片的，然后每次我都很享受在戏院被吓的感觉，因为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啊，那个音效真的超倍儿棒的。真的啊，你想想看，你按静音，那个鬼片就不可怕了。对，我讲一下我自己啦，其实爱奇艺动好看鬼片，就我蛮喜欢看鬼片，因为我觉得可以看到整部天然啊这样的故事的叙事逻辑，也可以了解宗教文化跟历史典故。像欧美的鬼片又动斗，很多都有圣经的典故。那泰国大家也知道鬼片做得很好，他们都会有一些什么降头啊、下蛊啊。日本改鬼片，然后日本的鬼片就会很强调像都市怪谈啊、怨灵文化，也都算是很有名。像我们台湾鬼片呢，很多就是取材自这个民间的灵异传说，对，而且呢，我刚刚也有说到，就是特效真的越来越好，比如说像最近的《民雄鬼屋》哦，对，那个动画跟特效我自己蛮喜欢的，而且你刚刚说到就是在地化或是跟我们的文化有相关，因为这样其实也是我们的特色，然后也比较容易跟观众引起共鸣跟共感。像是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部台湾恐怖片，是根据网络统计讨论度最高，而且票房也很好的《咒》。真的，我没有想到《咒》的票房讨论度会这么高我想呢会引起大家的关注，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内容跟咒语有关，真的，而且导演呢就是有针对剧情做一些特别设计，剧情中呢会反复出现同一句咒语，还有大量的奇怪的经文，那我们就会看着看着就会不自觉的沉浸在这诡异的气氛里面，就会慢慢的感受到那种咒语的恐怖。我还好。你真的不怕鬼是不是？没有，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。好，而且呢，为了强化恐怖感，这个咒呢，这部电影它运用了很多伪纪录片的拍摄角度，让我们可以跟着主角的视角一起来体验恐怖的感觉。看起来你真的蛮喜欢。说到伪纪录片啊，其实是恐怖片蛮常用的拍摄手法哦。影史中第一部用这个手法的是1999的《恶夜丛林》，那个镜头啊，就是会一直晃动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？然后观众就会跟着那个主角的视角，慢慢的进入到那个恐怖跟悬疑中，就是那种主观镜头，的确是可以给大家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不过，我每次如果看到这样的镜头啊，看久之后，我都觉得头晕。有哪会晕晕的感觉？真是对，会头晕晕的感觉。不过各位按斗后，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《咒》电影的剧情，要不要来个恐怖的感觉？恐怖感觉，我不太会耶。我们来压低声音。好，你试试看。有记下的唔讲神，
唔惊鬼的后生人，带点念念机。我手在抖奇怪。你这样大家会没有感觉啦。再一次。有记下的唔惊神，唔惊鬼的后生人，带点念念机。将伊当地嘅进行社交仪式的剃下头，没想到杀反倒下人，结果连连杀杀有人死亡。有几个不信邪的年轻人带着摄影机闯入正在进行邪教仪式的地下道，不料触怒了邪灵，结果接二连三死于非命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们这边是要说继续听下去。哦，抱歉。好，你继续。清明念转一条命的女主角，因为精神不正常，没办法照顾自己妹妹。幸存的女主角因为精神错乱，无法照顾自己的女儿。几行年过后，女主角天天的好诶，总算做得同妹妹开始有新生活。不过怪事情，杀连连杀杀的出现头，佢同家妹嘅生活当中。多年后，女主角逐渐康复，终于可以跟女儿一起准备展开新生活。但是怪事却接二连三出现在她跟女儿的生活之中。后面会发展成怎么样的故事呢？让我们一起听下去。怎样？好了，可以放松了。哎，一点都不像。对啊，好难哦，而且手刚才在抖啊。这部咒呢，我自己也蛮喜欢的，然后也推荐给大家。那今天呢，来跟大家讨论一些各大鬼片中很常会出现的一些老派的桥段哦。而且这些老派的桥段呢，总是预告着鬼要来了。像是呢，灯只要一闪一灭，闪来闪去的时候，就表示鬼要来了。然后不然就是车子啊，明明就没有发动，然后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或是呢，突然后照镜看一下，然后就出现鬼这样，或是门，你只是瞄了一眼，然后就突然的自动关上或是打开，这些桥段哦，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老派的感觉。说实在的啊，其实鬼片真的不好拍，因为你要拍一部好的鬼片，其实难度很高。为什么？你的故事叙事要很严谨、很合理，关键是那个鬼突如其来的现身啊，你要安排的很自然。其实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桥段啊，有很多桥段我自己看的时候啊，我会突然翻白眼。我举个例子，例如说，主角你明明知道厕所有鬼，你硬要去上厕所 ，OK， 好 ，fine， 走的 ，fine。那你上完厕所之后呢，你硬要洗手，我觉得也 OK， 可是洗很慢，洗很慢也 OK。然后他就会听到后面有奇怪的声音，结果你知道做什么吗？就会去一间一间慢慢打开检查。真的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你这是去找鬼吧？对，根本就是那个找鬼特工队，然后要鬼赶快来抓我的感觉。对啊，对。还有一个，就是比如他们在家里已经觉得很恐怖咯，他听到楼上有奇怪的声音，或是说床底下有怪声音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就先赶快离开啊，赶快去到人多的地方。他不是，他不离开，他一个人硬要去看，硬要慢慢的检查。对，当然就遇到鬼啊，然后遇到鬼之后要跑走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专心跑，一边跑一边回头，然后就叮咚跌倒，然后就脚一跛一跛的跑。跌倒好像是一定要的剧情呢。我看到这个桥段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我也有很受不了的地方，像是很多地方啊，明明是可以开灯的，但是主角们就是硬是不开灯。对，然后就要拿手电筒在那边照来照去。没有手机。手机现在是手机的手电筒，对，在那边就是很像你在夜游的感觉。对啊，你就把那个家里的灯按开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这种 bug 超多的，要不要叫大家留一些有趣的这种 bug 桥段，那我们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。不过我想要平反一下，可能是校园场景的话，他真的没有办法开灯，因为他们可能是偷偷闯进去的。如果开灯的话就被发现。那不管，那我觉得家里也可以开灯。为什么家里不开灯？为什么在家里不开灯？一定要用手机的灯？对啊。讲完这些鬼片的 bug 桥段，我们要来教大家跟鬼片有关的客语。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念的鬼片，海陆腔鬼片，四间腔是鬼片。
大家看鬼片的时候都会很紧张，就会动紧张，海陆腔动紧重，很紧张，因为不知道鬼出来还是音效会先出来。对，然后通常呢看鬼片的时候呢，我刚刚有说到我很享受被恐怖音效吓到的感觉。对，那这种吓一跳的感觉，客语要怎么说呢？就会抽奖。我觉得这很特别哦。海陆腔抽奖，抽就是着火的着的那个字，奖就是惊吓的惊。那大家脑中有没有一些画面？有没有？抽奖真的很传神。如果呢觉得这部鬼片呢它剧情合理，特效也很逼真，让我被鬼吓得半死，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朋友说，要出鬼片真给懂电影奖。中文的意思呢就是这部鬼片好可怕哦，电影奖就是好吓人好可怕的意思。海陆腔就是电影奖。好，我要讲一下哦，电影奖就是得人惊，得到的得人，然后惊，你像这很有趣吧？得人惊就是电影奖，好可怕好吓人。对，那再来呢鬼片呢一定会有人要做鬼嘛，做鬼的客语就是做鬼。走鬼，好，这很简单，就是走鬼，做鬼扮鬼的意思。对，然后这句客语呢也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比如说在玩捉迷藏啊，或是1、2、3木头人的时候，被抓到的人要唤他做鬼也是可以啦。对对对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对，那除了这几句客语呢，我们还有一些跟鬼有关的形容词，刚好可以呼应在生活中的一些人。这个我超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它很有画面，然后又很有趣。我先举第一个，我来讲哈，比如说抢光鬼，海陆腔穷共鬼，四线腔就是穷共鬼，什么意思哈？你看抢光，抢劫的抢，光明的光。抢光就是去抢那个光，所以就是爱出风头的人就叫做抢光鬼。穷共鬼，四线腔穷共鬼。凯翔，你不觉得那个小明啊，真的是一个穷共鬼耶？现在在举例吗？我们这边没有小明啊。凯翔，你有觉得吗？你有觉得那个 Mary 啊 ，Mary 真的是一个穷共鬼耶？一理解，怎样？我们这里也没有叫 Mary 的人，因为国中课本都是小明跟 Mary， 我那个年代。还有像是什么呢？壁boy 鬼，四线腔是壁 boy 鬼，超有趣的。壁就是墙壁的壁，boy 就是背后的背，所以鬼当然就是大家都会嘛，鬼片的鬼嘛，所以壁boy 鬼就是墙壁的背后有鬼。什么叫做墙壁的背后有鬼啊？就是形容那种偷听别人说话的人。例如说，凯翔，你真的是壁 boy 鬼耶？我哪有？你就是壁 boy 鬼，你一直偷听别人讲话。我哪有？我只是站在墙壁后面而已。是不是很有趣？对，很有画面，对不对？壁 boy 鬼太有趣了，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中文就有讲过了啦。鬼头鬼脑就是鬼头鬼脑，中文就是诡计多端。鬼头鬼脑，对，那这个就蛮通俗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人真的是鬼头鬼脑鬼头鬼脑。那以上这些呢，都是可以用来形容生活上的某些人、某些鬼，也是可以的。说到这里呢，讲到俩呢，我分享一句很经典的老古谚语、俗谚语，跟鬼有关，叫做"夜路巷道拄到鬼"。四线腔就是夜路巷道堵到鬼，很简单。中文的意思呢，就是夜路走多总会遇到鬼。那依梨姐姐帮你们听过，就是夜路走多总会三明治。好冷哦，真的超冷。我让你是掐总会那个字是不是？总会遇到鬼，所以总会三明治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一个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？我不想接。萝卜还有萝卜高。你知道这是不是很冷？但是我还是很想笑不知道为什么。芋头还有芋头高，鸡蛋还有鸡蛋糕。怎么办？我怕大家不喜欢。我们用恐怖的感觉。一山还有一山高，这不恐怖啊。芋头还有芋头高，你知道鸡蛋还有
鸡蛋糕吗？好，央比来了，大家复习一下基本的学到嘅含义。海陆枪、鬼片、鬼片。鬼片，大家一开始看鬼片的时候都会很紧张哦，动紧重，很紧张。动紧重，看鬼片的时候会吓一跳，错惊，错惊，好可怕哦！电影惊，电影惊，所以大家都喜欢扮鬼吓人，对不对？做鬼，做鬼，爱出风头的人，穷讲鬼。抢讲鬼，偷听人家说话的人，白背鬼，白背鬼，鬼鬼祟祟的人，鬼头鬼脑，鬼头鬼脑。最后一句楼骨烟意，中文是夜路走多了，总会遇到鬼。海陆枪，压路行道拄到鬼，四件枪，压路行道。拄到鬼，了解基本医疗大家都分享改电影讲改天然。没错，那大家呢还有什么比较有逻辑性的恐怖电影可以分享给我们呢？或是有什么经典电影想要分享给我们，也欢迎留言给我们。对，好看的分享给我们。对，啊，记得来听些科普拉斯薯糖剧透课语 ，Let's talk， 天堂白见，咱们聊，拜拜。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看恐怖片耶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据英国研究，看鬼片可以瘦身。英国研究可以信吗？可以信啊，像看大法师可以消耗158卡，看半夜鬼上床可以消耗118卡。可是我看鬼片都会配盐酥鸡跟啤酒耶。那你就增加了1000卡。